硬嘅有樽水咧。唉，一放嚟呢度，嘉明，放嚟。唉，費事鬧股啊！係費事講成世係嘛？我就諗住講俾嘉明聽先，咁啊叫阿嘉明買部。如果鬧到咧，可以續航100公里嘅咧，係啊，咁啊好啊！你睇每日充一次電啊，開到差唔多啦，揾個地方住。朝早50，下晝50。唉，半路壞鳩咗咯。個個就係驚呢度啫嘛。